世人都说你天赋异禀，却不知你天赋背后的值。人人都有值，否则人是活不下去的。可直至于此，或许值本身就是一种天赋吧。2、3、4，哎，我的霹雳子怎么少了几颗呀？我在码头必经要道等了你们大半日，你们是怎么进到船里的？啊，我们昨天夜里就来了。这是为何？自然是因为萧瑟被人萧兄他临时起意，想要给你个惊喜。啊，哦，对，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这里还有哪些房间啊？上房还有2间，中间的却没了，勉强挤挤，恐怕也就能加一张吊床。啊，下房最多，就是怕有损了各位的身份。那萧瑟和华锦住上房，我和大师兄住下房。我可没说要住下房啊，中等房还能加吊床呢。大师兄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那，哎，罢了，下房就下房，我倒要看看这下房是个什么样子。哎，雷兄且慢，此时天色尚早，不如我们先畅饮一番，也让我沐春风对此番招待不周表达歉意。有酒，你早说呀！若是好酒，别说下房，就是餐风露宿，我也住的。请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此酒名秋露白，乃是帝都天启碉楼小筑所酿。每月只有在15那一日，碉楼小筑才会拿出3壶秋露白来招待贵客。我就用这壶秋露白聊尽各位吧。秋露白绵柔了些，也罢，那我们就多喝一些吧。多谢不休。好。天瑞兄，天瑞兄，让你不说真名，这下露馅了吧？行了，我早就看出你们隐瞒真实身份了。哎，只有大师兄隐瞒了啊，我可没有。依我看，船已出海，你也没有瞒下去的必要了。啊，在下唐莲，之前在下唐莲，你就是雪月城的大弟子，百里东君的徒弟唐莲。正是在下。怪不得我这样好的酒，你们也没有半分惊讶之色。说起来，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喝上一次7盏星夜酒。如今见了堂兄，真是上天眷我，得偿所愿啊！既如此，我们更该一醉方休才是。堂兄，请。你们此番前去东海，
是为了给这位枭兄治病吧？他尚有气色，却虚寒未忍。在下志在学医，博览群书。3岁读本草，8岁通内经。枭兄这病，我倒也可以指点一二。穆兄有心了，这位华景姑娘乃是药王谷的传人。说起来，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拜入药王门下。如今见了华景姑娘，真是上天眷我，得偿所愿啊！师父在上，受徒儿3拜。别磕了，我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。师父请受我最后一拜。都说了，我不是你师父。我深知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，我只愿精诚所至，即时为快。那你就等着吧。此乃我毕生心愿，还望师父成全。谁是你师父？师父大人有大量，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。我不是大人，也没有大量。师父还请受我最后一拜。我不是你师父。让我磕，不准磕，磕了。不准磕！你们快来帮帮我，我没命了。这拜师也不急在一时，穆兄，咱们先喝酒。今日相见，既是缘分，若不能拜师，喝酒喝酒。这家伙和华姐倒是绝配。你们真些强盗！我很想知道，如果刚才没人帮你，你躲不躲？我的剑不是用来杀这些人。可你需要船，而且这些人最终还是因你而死了。嗯。希望那个自恋的家伙早点出现，不然……不知道萧瑟他们怎么样了？哦，你说叶若依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你也认为他在想我？其实他人挺好的，明明自己身子那么弱，却一心为萧瑟着想。萧瑟这家伙，还偏偏不领他的情，就连出海都不带他。不对呀！他全力辅佐萧瑟，又和萧瑟青梅竹马，两人这样般配，那我岂不是没戏了呀？哎呦，小点声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个笨驴，瞎说什么？有戏，我们有戏。不管怎么看，萧瑟都更喜欢司空千洛呀。千洛师姐，你可千万要争口气呀！准是萧瑟，那家伙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。萧瑟背后说你的，可不是坏话哟。他说我什么？他说你肤若凝脂，面如桃李，
直率爽朗，有情有义，还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可谓是集百种优点于一身。可惜，却只有一个缺点。什么？缺点温柔，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。哪个男人不喜欢那如荷花般透着一点温柔的娇羞呢？你若是每天温柔地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温柔地与他点烛夜读排忧解难，温柔地对待他的朋友，凡是有好吃的，都想着他的朋友。好你个无心，敢耍我！嘿！臭和尚，有胆就别跑，我给你松松筋骨。松筋骨倒也不必，小僧只是皮痒而已。看枪！嘿！嘿！呀！怎么又打起来了？这是第几次了？今天的第3次。月姐姐，帮我教训这个臭和尚。无心法师，我找你来，不是要你拿千洛开玩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千洛了，我说雷无杰，行了吧？我那小兄弟雷无杰，可不只有少年情，他的好，你才见识不到一半呢。这与我无关。哎，雷无杰还有哪些优点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他呀，不仅人傻钱多身材好，而且天生玲珑心。如今他对你动心，一瞬便是一生。这一夜就这一句话，你却盯了那么久，还说不好奇。不要欺负我2个妹妹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蕊姐姐有勇有谋，将那唐林兄拿捏得死死的，小僧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若是叶姑娘和千露姑娘能有蕊姐姐一半的机智洒脱，小僧现在怕是已经当干爹了。你一个出家人说这种话，大黄，咬他！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看你就在甲板上待着吧。想不到我无心竟也落得这般待遇。喂，你还打算挂在我身上多久？罢了，也该去看看那几位兄弟了。我们走。
速则不达，先吃些东西吧。来，谢师兄惦记。师弟，你还不进食吗？玉素虽不达，可至少那也是在前进。若依，无极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也，我对你无需多说，用行动来证明。雷无极，想不到你这么爱我，这让小僧情何以堪呢？无心，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见面。小兄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只是你不是去了天外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只能说我们有缘，缘分到了，小僧自然就回来了。嗨，回来就好，我们喝酒。秋露白，想不到你们这趟出游待遇竟这样好，早知如此，我就该直接跟着你们的船了。这茫茫大海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是乘天女蕊的船来的。叶若依也在船上，还有司空千落。萧兄，可否和我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？看样子是位高僧啊。天外天，魔教。魔教？想不到魔教之人竟是如此风采。你不害怕？我从不以出身论人，因为我在穆家也是一个异类。因为你是穆家人，却一心学医术，这只是一点。你们知我是穆家三公子，却不知我穆家此一辈的具体情况。我二哥幼时便已夭折，大哥患有隐疾，难有子嗣。若是大哥的病治不好，这穆家的通天财富便是由我来继承。即便如此，你还要给他治病？正是。所以在我们青州人的眼里，我是一个傻子。家财万贯，不近人情，又能聪明到哪里去了？我看笑话你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傻子。雷兄懂我。先前我本是要去那三蛇岛捕蛇，可如今我却觉得，即便不去，这趟也赚翻了。此话何解？只因认识你们这群少年，你们见海辽远，就心生豪迈；见花盛开，不掩心中喜悦。前路有险，却不知所谓；友友在旁，就像醉酒高歌。想笑了就大声笑，想骂了就破口骂。
人间道理万卷书，只求随心，随性行。同道中人呐！莫非是他们来了？叶姑娘，吴仙，坐着这么小的船赶过来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我们的船虽不及这雪松长船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破败。哎，奇怪，船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难道是传闻中的幽灵船？早年很多人跟风下海，结果宝藏没寻来，倒把命丢到了这海里。他们所乘的货船，就那么孤零零的在海上飘着，成了这大海中的鬼魅。哇，听起来挺刺激的，我先上去看看。苏雨。萧瑟，这一次，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哎，我的面子还真大呀！哼，想动我萧瑟师弟，得先问问我们2位雪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师弟。又是这个行货，苏沐雨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自己倒送上门了。梅无忌，暗河听令，杀！刘无杰打不过那苏沐雨，你快去帮他。看来这次暗河为了杀我，做足了准备。小熊母火，随我来。追！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的目标不是你们。别在这假慈悲！当日你怎么不想着放了道剑仙，放了我姐姐？道不同，无需多言。我平生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拿高手练刀。你可是这里唯一的逍遥天境，而且你似乎很特殊。上次光顾着打剑仙了，没见着暗河。
这次就让小僧来会会吧。我得好意提醒你，和我对决，你可得拿出全部的实力来。小和尚，对我开始好奇了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身份——魁。只有暗河武力最高的人才能担当这个角色，所以你和我打，绝对不亏。阿弥陀佛，杀手还能这么话痨？小僧的确长见识。我看你倒是适合来当和尚。别的不说，每天念经管够。有意思。这钟倒是不错，有点意思。他刚才是凭空消失，凭空出现。小和尚，快点拿出些别的招式来，许久没有练刀了，我可是饥渴得很啊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别的玄机，可这到底是什么？小和尚，别想了。什么？无声无息地进入我的般若心中。我和他们那些只会用刀剑打打杀杀的人不一样，我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，修习另一种世人完全不了解的秘法。只要你还能给我足够多的惊喜，我还能让你多活一会儿。没事，就是一直被他这么拖着，也不知道萧瑟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们怎么不追了？不对，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？我去引开它。小熊，小熊，坚持住，等我回来救你。萧瑟，你无处可逃了。萧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
哥哥。我今天和齐天辰师兄说话了，可是他没理我。师兄早。他好像根本就看不到我。我又和师傅打招呼，可师傅也看不到我。哥哥，我真的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别担心，很快他们就能看到你了。很快，所有人都能看到你了。大晚上的怎么这么吵？还让不让人这是怎么回事？沐春风。走，那边是暗河的人，来，跟我走。师傅，快跑！还要你说？哎，师傅，那边有大蜘蛛！你怎么不早说？追！走。我们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已经到了，师傅，我要找的宝贝就藏在这儿。的确有不少宝贝。你们两个滑不溜秋的小泥鳅，可算被我们逮到了。你才是泥鳅呢！哼！沐春风，快想想办法！快，我们要快点过去。发生了什么？一艘货船和他们的船靠得很近。若只是些普通海盗，莲可不是吃素的。但愿是我过度紧张了吧。司空千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哼，要不是我在这儿，你早就没命了。那劳烦女侠帮我劈开这蛛丝。哟，来救兵了呢。不过没用的，不管来多少人，暗河要的人都得把命留在这里。你先等我教训教训这妖女。
门的功夫。这是寒霜掌，一旦被打中，便寒气入体，远攻，与他拉开距离。要不你先帮我打开，我来助你。不知道你的长枪能不能远过我的蛛丝呢？小心上面！你真的是来救人的吗？都说萧楚河虽非江湖人，却知江湖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厉害。哼，可惜他还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的寒霜掌与千面毒蛛本就是一体，而且专克长枪。小和尚，逃跑是没用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有些倦了，不如就让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吧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僧有门阵法绝技，从不轻易使用。此阵一出，但凡阵中之人，无论强弱，必死无疑。啊！出家人不得轻易杀生。我问你，此阵你可想试上一试？若真有此阵，自然要试。好。那穆家海原说，今此身世将会奇葩，算算也试试好了。你这阵还没好吗？烦透了这下雨天，弄得一身湿乎乎的。你到底还打不打？这雨可是越下越大。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好。小子，你耍我！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雨就是我的阵法。哼，找死！又消失了。
果然，真正的在上面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传说东瀛有一门邪术，可以用内力将自己的魂魄抽取出来。魂魄没有实体，攻击自然不奏响，却足以用来迷惑对手，发动真正的攻击。其实小僧一早就怀疑此事了，只是魂魄与实体如此相像，实在难以判断，因此才谎称了启动阵法一事，只等大浪来袭。原来如此，魂魄是无法被海水打湿的。小僧不才，也是侥幸才能赢你罢了。小和尚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我确实会那御魂之术，可这并不代表我就不会真正的秘法。你想赢我，还早得很呢。什么？小和尚，这不是魂魄，那他……我们两个扛他一个，怎么他的内力还没用完啊？他用的不是御剑术，而是傀儡杀人术，谈不上以气御剑，或者以血为剑，而是纯靠手指操纵执行。仅凭傀儡操纵术达到这种境地，可想他的手指要有多少训练，脑中要有多少计算。既然耗不过，那就孤注一掷。大师兄，他杀心太重，定会露出破绽。落雨阵。抓到你了。积水成渊。雷无忌，没事吧？还好。强行入逍遥天境了，被反噬了吧？打得过你就行。不自量力，魂墨百鬼库，细雨杀人也。好强的杀意，小心！孙沐雨，住手！再见了。雷师弟，我还能……你强入天境，反噬太大了，看来还是不行啊。萧瑟，愣着干嘛？跑啊！跑？拖着这雪松长船跑吗？你等着，我马上下来救你。闹够了吧？
这场戏也该结束了。师弟，师弟，你已经入了逍遥天境，再跟着师傅修炼数年，必有大成。何必要去那海外云游呢？师兄，我也是舍不得你啊。可世界之大，有无限可能，我总得带着妹妹去看看呢。师兄保重。师弟，师傅，再劝劝师弟吧，至少让他有空回来看看我们吧。不必了，他想要的我已经教不了他了。而等他成仙，我会亲自去看他的。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放开我！你老实些吧，我这双旋掌力一旦渗入体内，便会封住人的力量，可不好受呢。你才是我们的目标，不想让他们死，就跟我们走。有种放开我，我们再打呀！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可不答应。别找我师弟的麻烦，有胆冲我来！唉，你也看到了，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。哼，那就送你们一同上路吧。慢着！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上了我的船，便是我的人。想带走他，先问问我。七千山金万朝，这是当世10大名剑位列第7的。洞千山。一个药房而已，有必要装这种机关吗？这是我穆家的宝库，为了防止贼人偷盗，自然要备些机关。好贱！
哪里不对啊？就要这么结束？师傅，春风不孝，来世再做你徒弟。沐晨风，你还好吗？安全了，多亏了师傅。没事就好。等等，我可没说要做你师傅。千山万朝！这洞千山气势很强，初见也很美，是注释之境。可现今的形势，注释便是无用。不，有用。有了洞千山注释，我未必赢不了这妖女。还有我。这茫茫大海，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佛本无生，法义无相，无法无相，诸法万象。你看小僧这功法学得如何？你才是真身！看来你并没有学到精髓呀！还以为和暗河打能好一点呢，真是我不欲成佛，奈何佛陀欲成我呀！别再拖下去了，开始吧。你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，为何还要留守？任务的目标是消除河，不关旁人的事。是暗河列阵曲，传闻暗河绝不轻易用阵，一旦用阵，哼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阵法？
原来是粗制滥造了几个冒牌货，还敢在这里现眼！我这剑仙的弟弟，就来教育教育你们。就是假的，有形无神，比我姐姐差远了。哼！那的确可以强催境界。哈哈哈！假剑仙那也是剑仙。暗河这么多年来一直模仿和研究这几位，就算比不上正主，也足以以假乱真。这就撑不住了，又要我拿点子。阵眼就在那儿，只要能破了阵眼，这些个冒牌货自然瓦解。只是暗河也知道这一点，这才派了苏沐雨守着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去战他。这一阵射，下一阵杀。小小，看来今日咱们是凶多吉少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！还没有助萧瑟把伤治好，我可不想就这么死在这儿。也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。臭狐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卖关子啊？我是说，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，难道就没有人希望我们活下去吗？
是什么船，竟敢来坏我们的好事？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船上的人。我们是有援兵了吗？算是吧，只是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啊。姐姐看，我们到了。没想到三蛇岛外的虚无之地，还真有这么一座岛。这座岛名蓬莱，常有诸佛参拜，万仙来朝。真有仙人在这里吗？此事乃钦天监齐天成国师所说。何况清风道人还先一步来了这里，断然不会有假。这家伙是在欢迎我们。这里果然不似人间之境，连这小猴都多了几分灵性。二位小友遥至此地，幸会。我叫莫一。皇室怎么会来这里？白王还是赤王？都不是。紫衣蟒袍是太监，虽然不姓萧，可作为五大监之一，也代表着那一位的意志。哼，公开保永安王，老皇帝还真是偏心啊！退吧，否则白王就要被抓到把柄。抓到把柄不是更好吗？大家长不会没告诉你们吧？我们背后的根本不是白王，而是赤王。白王虽更有根基，可到底不与暗河同道，而赤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他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至于我们假托白王之名行事，自然是兵不厌诈，而现在正是我们给白王抹黑的好机会。你若想去，便自己去吧。暗河的行动，我不会再参加了。哎，喂，苏沐雨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哼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沐雨墨，你呢？你觉得苏沐雨和你，我会相信谁？哎，你们都走了，我自己也打不过呀。算他们跑得快，这笔账日后再算。别庆幸得太早，这新来的似乎更棘手。老夫救援来迟，还请公子见谅。此外，3日之约已到，还请公子随我回天启城吧。哎，还以为是什么高人相助，竟是锦威大剑。锦威大剑？你是说这个来帮我们的是代表圣意的天启城5大剑之一的锦威大剑？萧兄，这大剑也是你的朋友？不，他是来抓我的。抓你？萧兄的师父乃是天启掌香剑锦仙公公，但他无心学武，更不想净身入宫，
因而我们帮着萧兄逃了。唐莲，就算你要找借口，也不能拿我当太监用啊！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还要逼人近身。萧兄，你放心，此事我定会全力帮你。大剑想要公子，我沐春风断不赞同，还请公公让路。看来青州穆家子孙教育的不怎么样啊，我这大剑就替他们管教管教。千山万朝！你还真是什么人的剑都敢接啊！这点倒是和你很像。穆家公子真是有趣，这剑毫无杀意，伤不了人。可若说花拳绣腿，其中又有大师风范。小僧今日可真是幸运，不停地长见识。人家权力相搏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这里耍嘴。小僧可是刚打了败仗，才从水里爬出来，狼狈得很。那锦威大剑真敢伤了你萧瑟不成？可那大剑就是要带走萧瑟呀！你照顾好他们，我去会会那个锦威大剑。长枪一怒金甲光，你下好身手！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给这位姑娘上甲！两个巷子，该你出场了！这是姑娘，快试试看。操作杆都在手边，试着动一动。我见姑娘身手勇猛，这铠甲无甚大用，却能保姑娘不受伤害。我再去会会他。
只凭一记铠甲，就能保千洛姑娘不伤。这穆家公子口气倒是不小。那是霸王甲，昔日的江湖第一机关师吴六甲所铸。吴六甲与剑心种李素王前辈并称，专擅机关术。据说他潜心研究多年，用尽了所有门内顶尖的材料，才打造出了这一副霸王甲。霸王甲附身之处刀枪不入，少了受伤的部位，进攻者更增其优势。与李素王齐名，我怎么没有听过？唉，那是造出这霸王甲之后，因为价格实在太过于昂贵，没有人能出得起价钱，以至于吴六甲和他的机关门破产了。原来如此，这穆家既查得到李素王住的洞千山，又买得起吴六甲造的霸王甲，甚至还能把这堂堂霸王甲借给一个陌生人，还真是有意思。千洛姑娘光明磊落，借是应该的。锦威公公鸳眼上的符箓已经快要全部散去了。青龙师姐，公子得罪了，就算赔上你所有朋友的性命，锦威今日也要拿你回去不可。大剑是聪明人，何必如此呢？鱼死网破，你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天启五大剑，锦轩半独而居于首位，稷下锦玉睿智，锦仙仁厚，锦言善辩。我锦威比不了他们，唯一让圣上看得过眼的，便是执拗。我想圣上既派了我来，心中也定有所打算。就让我用这最后一招，结束战斗吧！这招正是锦威公公一战成名的自在杀逍遥。和尚，快护住大家！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们不能常战，得赶快想办法。